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日嘅《福氣女》呢個節目。哇，今日大家咧小解馬莎咧係講大家要談客家嘅音樂天蟬地。哇，經營22年嘅三教台後生樂團，所以大家都本人記得一開始都邀請嘅大家都動手落嘅林玉婷 Rita。Hello， 所有嘅朋友大家好，我係 Rita 林玉婷，東歡喜到福氣女嚟啦，所有電影下嘅朋友見面。你真的很甜呢，你真係東歡喜，會福氣女你係我外家，所以我見到你準備啦，大家分享好消息，成日係音樂，我係珍惜喎。耶！聽你嘅邀請係樂團嘅團員係呢個古樹先生，呢個冠良分享。大家好，我係林冠良。好了，我的課語結束了。講得很好，林冠跟老師學，做得好，做得好，又用心。古裝老師好棒哦，對不對？哈，要動獎啊！應有獎，古打到我做得講，你啊台灣學打到最好嘅什麼古樹，咪係爵士古樹，終於打得當好。老師有聽懂嗎？讚美的，對，就是全台灣。對，全台灣你就最好了，打得最好的，整件都好。今日要講嘅咪全台灣聽到最好嘅 keyboard 老師陶文。大家好，我係陶文。好，這個姐姐，對，應該係講佢全台灣聽到最好。佢係實後生，應該講後生台有為編曲，有為彈樂器，有為創作，有為演唱。是有幾正經。老師你有？滿30歲。線上老師你有聽懂玉婷說？有，當然肯定有。你知道他剛剛講，他講了4個最厲害耶。有誇獎。對，一時則挑拳，全部做得符合正經。你也講不一堂，他說你是最會編曲。佢係哼音，擺哼音，創作、唱歌，係正經。感謝他。好啦，我覺得唐有聽人講，嘅全台灣最強嘅樂團，差不多是三教台後生樂團，因為所有全台灣最厲害、最後生都在這裡面，所以這就是最棒的樂團。不過5個，我們先掌聲鼓勵，金曲獎，恭喜！要特別講一下最佳歌手、客家歌手、最佳客家作詞，還有最佳嘅粘土作詞。很開心，講一下入圍感言。我首先非常感謝評判先生，因為本來得了機會。大家一起講，哎呀，你到三教台26年嚟哈，你話樂團咧，樂團要乜嘅？樂團當然要新鮮的。那個我知道，我都有一個更重要是係，你走音樂，我們的初衷是不變的，永遠對音樂是愛熱情、愛喜歡。家下余麗姐又講哈。是不是大家聚在一起？你覺得什麼東西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嗎？其實冇一定。不過因為你每聲音對音樂有熱情，願意為樂團大家共下來努力。無論樣扮演，大家都做得互相支持，啱是最好。所以你下喺你大幫大家嚟按上下三教台唱，大家多多支持。評判線上唱，大家都已經我要來拜票一下，請投我們一票。那提一擺，我加入三教台，今年提16年，我第一次提名入圍客家最佳客語歌手。對我來講，我係當激動誒，我覺得很高興，我這麼堅持，幫大家要彈到，我要好好繼續唱歌幫大家彈。好感人哦，動感同應該係感言嘅。不過總算吧，人生要幾多張15年、16年，真是。我講喺時候，你問一下，你上隻獎，你最希望得到哪隻獎？但每個都得獎是最棒的。我意思講，有沒有很希望那個獎？我知道呢種專輯音風又係非常。第一句好聽，第二句有文化嘅價值。第三，我知道呢種專輯算是一張經典，也是一個世代的代表。甚至佢做得講，它有跨世代的對話，還有新從音樂嘅一個新的里程碑吧。所以我就專輯係天錯得的。評判先生睇我哋一票，咁當然 Rita 咪係當用心來唱歌，我覺得好笑，今天怎麼一直在拜票的感覺？沒有啦，緊緊弄用心，因為錦溪當歡喜嘛，我覺得就借由節目啊，就讓大家都感謝分享。我錄專輯的時間，我錄音這張專輯，我錄到一直哭真的。對，然後到我每次看我出來就沒有，我就拿起手機拍照，記錄那一刻，之後再傳給他。對，因為基本上係好好咧了解兩解欣賞，咁我家下一開始時間，其實 Rita 要好好咧講兩解欣賞，所以這就是
对不对？我们的鼓手老师，然后我们的 keyboard 老师，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他是加入16年了，对不对 ？Rita 係16年，係16年，对啊，该线上改时间好短嘛，对不对？所以一张乐团25年呢，如果你出生到25岁，其实都研究所都已经继续念书，都要念 PhD 嘞，你也系冇是送办的，你还26，所以大家喊你聊三九台后上乐团改时间冇可能。老师，你们加入三狗大的这个缘分是什么？对你那时候怎么会加入三狗大？我有点忘记了。这个好吗？这样好吗？就是因为冠良是很动走一天，大学毕业的时候，大学毕业是干音乐团哦，然后加入了大概3、4个月，对，然后你就离开了。对，没有，因为那时候想要专心学爵士，是，对，那时候是跟严老师是这么说的。我生命历程他就进修就是这样嘛，你也没有想到你最后再回到三狗大后生乐团，没有，他真的打得很好，所以应该到今天我们有几张专辑都会请他，他如果有空哈，抢机会让来到留音帮我们打鼓，然后后来一起合作，后来美帝讲，好像他现在的时间 maybe 可以投入，还是让佢探一下讲。要長期喺咩嘢而落到樂團地度變性，喺度核心改團員去想嘞、思考嘞。然後我覺得我們應該是有某個程度有契合的理念，太棒了，我們都很願意一起努力，所以是概念。我也覺得我現在好像比較容易被怎麼樣，除了以前喜歡的音樂以外的音樂感動。我現在聽，對我就覺得每一首都覺得這句話很感人呢，因為每一個音樂人。我其實很怕訪問音樂人，就是因為音樂人對我來說很有距離感。為什麼？因為我就覺得他們就是一群很特別的人，因為他們對音樂，我覺得音樂對我來說是很難的事情。所以你看，剛老師說，我有我自己很喜歡的音樂，夠厲害，我可以更喜歡我，所以我可以再喜歡我喜歡音樂以外的那個音樂範疇，對，是完全不一樣。Q 姐妹有没有起头讲？为什么要问他们这个问题呢？因为台高有熊，他们以前是没有接触过客家音乐的，或是他们对客家音乐的想象跟我们一般想象不一样，对不对？我们等一下好好来聊一下。我们的道文老师也算是新血，佢都優秀誒，維維。以前記得冇？佢嗰陣時喺美國是參加推翻嘅比賽，他以前就是獎金獵人，所以佢咪要來上過復起來咧。嗰陣時喺鳳門機，佢嗰陣時讀從美國轉來，開始是動到獎。後來是發覺，那個人又會寫歌又會唱，韓國機有古典的能力，所以我就是簽機。我們是什麼時候找你當那個指揮、編曲、指揮大樂團？應該也是接近快2年前吧。2019、2018，對對對，嘿，2018、2021年吧。哦，係嗎？年底。你才加入樂團1年多嗎？對，快2年了。我覺得你們沒有很熟，沒有，我們對時間的概念比較模糊啦。因為大家從來是緊走音樂、緊走表演的，沒有，我覺得很可愛。就是其實我覺得最重要嘅是希望做啲改就節目應該節目，我覺得讓老師讓觀眾朋友也可以認識我們的樂手老師們。對，因為有時候樂團。我們必須承認，最關注的就是那個主唱嘛，對不對？然後那個團長嘛，對。所以今天我覺得大家都在這邊呢，好好來跟大家面對面直接這樣分享。我口記到誒，對，我口記到真是。對。那個禮拜日會後，當然感謝評判先生。那個道文他一入團他就說，我也冇票，得金曲獎。對。然後他許願。對對對。公布的時候，我就講劉頭文，你概念嗎？對，所以公布的時候，大家應該是道文。好，沒有，再一次的恭喜啦！能夠真的就是我覺得借由節目告訴大家，這是我們的樂手老師們每一個人都非常該崇耀，對不對？創作編曲，我常常都覺得沒有人一個力量是不夠的，意思是大家每個人的力量共同變成一個更大的東西。對，謝謝大家，所以當天你們都會一起走紅。還有2屆節目來，一屆係三九台嘅咧新山，是1年演幾溫先生講過，香港愛到嘅貝斯手狗哥許訓順，基本應該都3沙來做代表啦。哇，好期待！其實我剛剛真的很期待，我就想說啊，金球從剛一走在可能三九台和三狗團，他們會怎麼樣的展現出一個樂團的一個樣子跟氣勢？超喜歡看音樂人走紅毯的，你知道嗎？對，不過希望對，不過呢，就是祝福，好不好？艾美。
觉得一定可以，好不好？有好的成绩。不过还是那一句话，入围就是肯定啦，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走进我改鲁汉副总改从未来每年都入围，哎呦，走对吗？不过共同两片其实我们要跟大家好好介绍专辑。对，像这一次的《让凤绕》这一张专辑，对我觉得，因为我跟 Rita 也认识很多年，我觉得他们这个山狗大后生乐团一直很重视传统改戏舞，然后一半都一讲台尬讲到哈尬改戏舞的时候，就说啊，山歌嘛。对，你直观采茶嘛，是不是？你们在山上唱来唱去，是不是？三大调嘛，对，我就说，其实，你给哈嘎 QQ 哈嘎 GoQ 2年，哇，埋下的种子跟现在长成的样子，这个能量其实超出台尬改熊熊。你先聊哈，你等下长会讲。日头对东京河，总是我所有。桥头绵羊的梦，叫我来。耶，很好听。动温柔改歌好，对，动温柔好，又发年哦。请两位老师说，刚才觉得好听吗？肯定非常好听，太好听了。你可以诚恳一点吗，老师？我很诚恳。老师刚才就是整个就该下跪，整个就是反正就是行销好听，
超好听，超厉害。好听，肯定。对，因为其实躺太狗的话，就会觉得说，其实也不用访问什么啊，你就自己一直唱一直讲，然后就会有一种感觉像是客厅音乐会，你就自己完成独立这个让凤饶的这个介绍，很棒哎！我们要特别讲一下刚才那首歌，改4秒，绕一够，然后是 M 声音水母啊，一是 M 声音呢？哎，恭喜采妹哦，就是我一直都没弹过 M 声音的水母是唱这首歌啊，真爽，因为你係被符合，你係流行啲南部嘅曲調，所以我起心係因為阿芬哥楊老師佢講呢首歌，我講嚇，我從來唔識彈過。當然你兩年我不是彈佢講，佢是講家譜係用慢音唱，曾經我8年佢 M 幾水母，我話哇呢首歌很好彈哦。所以他的阿婆景星就是背着他8年級，然後嘴巴就唱，不是剛才那個編曲過後的哈，是那個單純的那個阿婆其實會，所以我想，呢首歌叫動情感，加上我自己做媽媽嘛，所以我就覺得講，其實你男聲音，我都3-4千用聲音了啦，所以那兩位老師也把這首歌學起來，然後 M 聲音直接做得融。不過我自己睇擺彈動，我想講，哎呦，像你 M 聲音要到必上，你係我睇擺彈動嘅感覺。後來我知道講呢首歌已經非常嘅溫柔、溫暖，我也覺得。唱到副歌嘅時陣，我特別從我是會講，我就講哇，要愛抱。突然愛都有嗰種嘅感覺，是當4年級。對，因為上台節目 YouTube 都蠻多線上講，為什麼會加入3狗大，怎麼會幹你3狗台？是因為我們都知道，像我們的鼓手老師其實不是客家人，他講你那佢加上台節目 YouTube 都會講啊，我覺得現在我除了自己原本很喜歡的音樂的範疇，其實也開始，譬如喜歡客家音樂，或是接觸不一樣的東西。所以老師，你聽了像謠兒歌，像 Rita 從一條去 Go Q， 或是從創作你的參與也好，或者是最後你對客家的音樂的印象，其實有很大的改變，從對，哦，對，因為我其實我是住在中壢，對，那中壢周邊的鄰居其實大部分都是客家人，對，就像剛剛前面有說的，我的印象的客家歌都是比較老的呀，或是山歌啊之類的，對，但是自從因為嚴老師，然後自從知道3狗大音樂之後，我發現就是完全顛覆我對客家音樂的想象，對，然後再慢慢的去從老師的每一張音樂去學習，就是其實音樂是不分國界跟語言的，對，它是其實可以旋律是可以走到心底的，所以雖然我聽不懂 Rita 裡面的歌詞在講什麼，但是其實真的每一首都很想要哭，像剛剛我們的謠兒歌下一首歌那個剪剪花也是就對，一定要啊！這張專輯讚。對，所以我覺得很有趣我覺得這好特別，就線上 give 公道。其實我不一定聽得懂 Rita 唱什麼，可是我每次聽的時候都很感動。剛剛老師是這個意思，所以換句話說，他是真的被這個音樂本身這個本質給感動。那當然線上 give 會看歌詞，你也是會看歌詞，但當時你對照的歌詞的時候，那就是另外一個更深度跟更深層的理解，直接哭出來。好吧，那我覺得跳擺台卡公失戀的時候要聽歌，我覺得大家想哭的時候，我們的歌還是有很多非常熱血的，是，還有很精彩。從頭文去寫嘛個10班模吼，用嚟寫下澎湃哦。背聲音樂很廣啊，很澎湃，很熱情，對，動動音好聽。對，我才想要問道文老師，道文老師你最喜歡的，聽說有首歌是什麼？When You Play the 你是裡面有18模，對不對？那時候我一看的時候，我想說，你知道一般人跟我們講到，因為客家音彈客家音樂是讀第18模兩條狗 Q， 這是我們的小調嘛。哎呦，我在玉婷前面講這，我其實我都有點緊張哎，然後都動聽眾來拱，他說不對，就是然後你特別喜歡，為什麼？就是我個人是比較喜歡比較有反差的東西。那18模當時我就是因為其實我們整張專輯是有很多歌曲可以選擇。那18模這首歌我當時查到，就很多人就說這是客家的類似調情的歌曲啦，或什麼之類的。但是就是我仔細聽它的旋律，其實我覺得它很溫柔。然後我就想要把它寫成一首比較溫柔的歌，然後我就寫了這首歌。然後之後Rita 在後面我們有新創的旋律上 ，Rita 就加入新的詞，整首歌變得比較溫柔。那我喜歡這首歌有很多原因，就是不管在整個編曲上，然後因為我們這次有弦樂團，也有 oboe， 也有 percussion， 然後當然有鼓手，然後我們整個樂團，那好豐富哦。對，那就是在這首曲子，因為我自己安排了很多的線條在不同的地方，
一直可以说他们在互相的打架嘛，我也不知道。总之他们就是有一段，尤其最后一段，就是我们先有一个阿卡贝拉的片段，然后之后才进入到最后最高潮的部分，然后就是有很多的旋律，他们同时可以独立的存在，但最终他们又很融合在一起。开一个广播节目，就是我们就是做这种深度音乐解析，我觉得很棒哎，而且有动长的，因为我觉得邓老师讲得很好，对他刚刚用了非常多，就是你知道只有专业的音乐家才会形容的事情，对，线条，线条，音乐对法，他们会自己打架，对，我不知道他最后会变成嘛改容了，对，我当时也不确定，但最终的结果我自己很喜欢。啊，好棒哦！我刚刚都看到忍不住说你可以哼一下吗？你可以哼一下吗？我都看到忍不住。好，这个是道文老师对不对？那冠良老师，你也有自己最喜欢的狗 Q 宠物？哦，除了刚刚的瑶儿歌，我对也很喜欢10月。对，嗯因为这首歌老师的安排就是这首歌有一点怎么讲？前面是比较传统的，然后后面加上我们乐器进来，比较新颖的。然后里面还有一些我们爵士里面会有一些 jam 的对话，是，对，所以每个乐手的每个乐手他们 solo 或是特色什么都会跑出来，对，所以除了音乐本身以外，对整张专辑还有一种就是乐团之间的火花，对。不过它里面有加入像是善构子，哎，人家学了三个三个字，字然后词写的很美，对，主要是讲里面可以听到大家即兴在 jam 嘛，嘿，很有火药和火花。大家有发现冇？我看 Rita 去创立一条狗 Q， 然后刘凯欣上去分享，记得冇家己改，记得家己改，冇用改狗 Q， 就知道这整张专辑在音乐性上面非常的丰富，而且都非常的不一样。嘿，对，因为你光2个老师的分享就完全不一样。然后，因为我们知道老师很喜欢爵士嘛，对不对？所以他在10月这里面也特别加入了爵士。对，所以到跳歌 Q 时候对啊唱，所以贵重专辑我为什么唱了又唱，唱了又唱。真嘅，我成日想 play 说啊，妈妈，哎你来弹音乐，其实错伫个几点钟哦，弹说，哈，再个弹一百，你来弹哎。太棒了，你看声音多好听。所以呢，哇，第一是系记得分享个故事，其实还有更多个故事好讲哦，大家先聊下，等下再来。因为东方一走在绕墙头上九台和上头台，每次邀请到这个玉婷来到这边跟玉婷聊天的时候，都觉得很开心，因为我是讲真的，不管给摸憨，然后多忙碌或什么，你只是跟他聊天，他都给你很大的能量，正能量，而且他很温柔。然后，如果你真的要聊很严肃的事情，然后他又很有想法，然后聊音乐他又很有才华，这样，所以这个谢谢你这么忙的时候还来给我们注入正能量，有没有？因为更开心的事情是，除了玉婷，还看到2位老师在我这边，对不对？哈，所以我们要好好来考试一下道文老师。这个加入这个山口大还有唱歌团，你看啊，这整个专辑其实举足轻重，对不对？地位很重要。变 Q 下 Q， 对，那个几只留言机会发了。来阿文告诉讲哦，头文家业去轻松很多。对，有了道文老师轻松很多，然后又入围金曲奖，所以我的问题是有大头症吗？哦，没有啦，没有这个问题。分享一下因为整个客家音乐投入这么深。分享一下你的创作的一些心得，而且我想严老师应该也给老师很大的空间，对不对？没有错，对，就是这张专辑，老师一开始他们就是说要做这个跟客家传统歌曲的结合，那老师又给出一些歌单让我们去选择，但虽然我是客家人，可能以前我可能也听过，但是我小时候的我可能不太在意，所以说没有太多的印象，对，那这次选择的时候，我就是去听着这些歌曲，那我就试着去分析他们，或者是试着去看看要怎么样可以让它变成就是更符合我们整个乐团的颜色，更符合 Rita 的声音，更符合我们整个乐团这样子。然后我个人喜欢的风格是比较多层次，比较丰富一点，比较多对比。那这张专辑严老师给我很大的这个空间，他就说你就自己去发展，自由发展，对。然后所以最后就做出这样的作品。
我不相信你们没有什么矛盾的时候。哦，真的没有。譬如講桃園哦，你係我朝非常幸運哦，三腳台就得繞牆幾類概念。第一是講機動日催發很有才華，然後很有熱忱，很謙卑。很有家教，就是那個時期他自己都會 arrange 好啊，然後他都會有計劃，真緊精神應對。然後所以我是講，我哋也是講，我說桃園有推動嘅音樂吼，嘅教本機。好，意思是講，因為我哋推動係唱歌，我會掌握現場嘅氣氛，所以當到音樂嘅事情，當然有阿文歌嘛哈，歌，老師他就是希望更多放手本來的走，我用音樂部分也學到來扶持到，做到動好，係做到動好。好喜歡跟這種人合作哦，就是對啊找到一塊寶，好放鬆哦，就是覺得責任堆給他。不是，我沒有這樣。這個一很來走，那就會讓整個樂團的能量是更集中的，他很認真，然後又很願意投入，因為對認真投入，那最重要就是他有才華嘛，有能力嘛。還講冇能力，開始再認真可能也有限，但是他很有才華，很有能力，然後他又很願意去做，這個態度就會決定他的高度。線上節目來上節目真的是賺到，一直被讚美。節目嘅所有嘅人生的優點都在這一集講出來，講得太厲害，我都不知道該怎麼回話。你就說謝謝就好了。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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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讓信上有點不知道手要擺在哪裡。緊緊動好，緊緊動好。目前還沒有找到缺點，目前還沒找到缺點。有很多缺點。不過聽了還是很開心，因為這是好事，對不對？總比你來節目說哦，其實我剛剛也合作有點久，雖然我們常常鬧矛盾，好開心，總比這個好。對，我覺得但講也很容易。我覺得在這裡，因為剛剛兩位老師分享了非常多，像是老師剛剛講，比如說不同的曲風，然後很多的元素，對不對？然後ID就是你們有跟弦樂團，南方當代弦樂團，對。然後我知道錄節目之前 Rita 有講，哇，我們每個老師平常就是專業的這個樂手或專業的老師，對啊。但我們山口大需要弦樂團的時候，他就是我們的，他就是我們的，是不是？老師，要不我們介紹一下兩張弦樂團？就是也是講到第一次跟山口大合作的時候，那時候老師他們就說要組一個弦樂團。那因為我以前是讀古典的，然後所以我就找我的一些朋友。等一下，你知道那古典的都很討厭，你知道音樂的整個出生到養成，說很驕傲是嗎？就對古典的，你知道古典，你知道嗎？好得定，好得勁，老師你自己說，線上你講很美，很多人學音樂那種打擊組不太一樣，從小學音樂長大說哦，我們念古典的，你知道好，老師沒有啦，線上嗎？線上嗎？我幾個朋友，每聲音都非常好，所以真的是物以類聚。好險，我以為你要講什麼？不過他成了他朋友念古典，真的蠻討厭啊。每個朋友都很好，又專業又有熱情，然後配合都非常好，然後我們每次合作都覺得說哇。好安心。你到底給了 Rita 多少好處？緊緊因為你沒看動到嘛，你沒看動到，那我們當然也要挑選合作的夥伴啊。好，大家沒地啊。沒錯。我們還可以點那種感覺。對不起，你請繼續。當代好像優點我們都講完了。對。那就是找了我的朋友，然後有很多是也有一些是我在美國認識的朋友。然後我的學長姐、一些同學，他們一起加入，然後就好棒哦，對，組成這樣的南方當代弦樂團，對，好棒哦，只有山口大才有南方當代弦樂團，專屬，對，專屬，對，哇，好棒哦，哇，其實怎麼辦？我覺得好多東西可以講，我們本來想要好好聊專輯裡面的東西，什麼封面啊、造型設計，有，還可以講大家做啲可以啊，對，還可以講大家做啲可以啊。不過我還很想嚟先講一下，因為我怕時間的掌握，我們其實未來有一些蠻重要的規劃，對不對？是要 Rita 先說，因為我們有準備一段影片。哦，對，哎，該不會是阿文哥講話吧？對，我現在佢嘅講話，佢幾時會講乜？那我請你所有嘅鄉親們，上嚟看一團到底上個台後上個團，記得回到嘅規劃係乜嘅？一啲樂團喺台灣哦，可以行安長嘅路，其實啊已經冇簡單。啊，係是因為講25年哦，1/4世紀，包括本安嘅七間樂團，也本所有朋友、聽眾朋友安尼，從頭擺行到近嘅，吼，大家認識嘅朋友哦，大家嚟互相勉勵啦，吼，互相鼓勵。一方面，本一到神教台建好上第3代嘅團員吼。更加大嘅能量吼，繼續再行一個4分之1世紀哦，甚至係深度咧想講，三角台嘅想辦法比行100年樂團吼，有都不得了，全世界
有100年的乐团哦，已经世界有名，也是我梦想。哇，阿公哥的梦想。 100年，100年。 哎，到时候100年我们应该都看不到了哈。没我努力撑到那时候。所以后面会有主，或者以后会有主持人就说，让我们来欢迎圣给舞台合唱乐团进入了100年。对哦，我们第一代是那个什么，然后我们对啊，有一个那个好像是什么道文老师，有吗？还有冠良老师，对，现在80几岁哈，哇，很棒很棒。哎，希望啦，希望有咁嘅機會，衝衝橋客家本來是做啲衝衝橋橋，所以客家嘅樂團三橋台後生樂團，可能為咗咧三橋台，唔知會變乜嘅嗬。我相信，肯定要按嘅期待做啲衝衝橋橋做下，開練大家。嗯，而且我有感覺哈，就是你是 Rita 安東年，你是兩張狗團安東年，我覺得沒有什麼。 你认识越久，你知道他们，你就会觉得他们越回归到音乐的单纯，他们就觉得我就是好好做音乐，我就始终如一，只有按用在感高哈。节目夯到俩是出2分半停停，据说有一个有话给讲要考验默契。对对，这个题目很简单，就是我会以这个速度好，给改缝隙是我，其实你们就一起回答，对，一起回答。其实我觉得，对，请问一下，抢问一下，你都改这个专辑是？ 还没，先跟我讲完，是这个让凤绕还是盐烤手板猪？要不要？盐烤手板，这什么题目？什么题？会有人选松板猪吗？出这个的。第2题，你都讲乐团地图又首歌曲是10月还是3月？10月。 哎，我们有3月的风哦，可是是别张专辑，很好听，真的是默契很好哎。好，再来就是还有一首，注意弹哦，其实是要讲给兄弟朋友弹的啦。来，算天改水年还是算你开胃腌萝卜？啊，腌萝卜啦，酸甜改水，应该下来吃鸡下来。对，好，什么腌萝卜？哎呦，好啦，再来。 刚刚的那个道文老师有特别提到，去动总与俩首歌曲吼18摸，3个一起讲哦，没那么简单，你们对不对？枪门，客家传统够绕18摸，摸了哪里？摸哪里？摸哪里？你想摸哪里？都可以，都可看个人啊。摸牌哈，摸牌摸牌。对，摸牌。牵手的，牵手的，那么咪么，对，因为歌词里面有嘛，对不对？有啊，好可爱。所以我俩也记得有改默契大考验，原来他们就是一个动有气质的乐团，默契很好。不过今天真的谢谢 Rita 跟谢谢老师，节目里面有这次跟老师们开玩笑，就请包涵，对，因为音乐人对我来说是很。 遥不可及，很难触及的。但是今天一直在闹老师，有没有？就是什么又古典啊什么的，又没有啦，是谢谢，然后很开心，再一次的恭喜你不会进球球。那等等哈喽，是肯定都降降呀，在红毯里面跟大家见面了，好不好？感谢。行吗？好，等等哈喽，你所有感兴趣朋友的走人朋友。 好看福喜类咧节目嘅乡亲朋友，我記得去到呢個免數咧傾站哦，還有聽日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也記得留兩支影片分享出去哦。